新一年開始咧，2025年，咁就啱啱對上咧第60集咧，就做咗一個一年嘅算係部署嚇。如果大家冇聽嘅話咧，咁上一集咧，首先就係同大家分享下就係話所有嘢我哋當重新開始嚇。之前無論你係輸幾多贏幾多，由你可以計算到 NAV 當日開始，即係講真都係1月啫，應該就唔會差好遠嘅，係咪？就由今日開始計起嚇。因為咧你一定要有一個參考點嘅嚇。2025年年頭，咁你先可以咧不斷咁樣 review 啊。譬如1個月之後、3個月之後、半年之後，甚至1年之後，我哋做嘢有冇做錯呢？點可以做得更好呢？咁樣。咁然後呢，我就執一執咗我自己嘅股票嘅 portfolio 嘅嚇。當中有啲可以俾大家參考，咁有啲我覺得對於譬如今季我有啲期望嘅咁樣，唔係投資建議嚇。即係希望俾到啲參考大家。咁大家呢，可以比較翻，譬如你自己嘅 portfolio 或者你自己股票，無論點都好，希望大家可以抽一個時間出嚟，好好地審視一下我哋自己嘅股票。審視下你嘅 portfolio 即係無論做得好做得唔好都唔緊要即係有問題嘅有錯嘅我哋去面對，做得好嘅睇下有冇得永遠都希望能夠做得更好。好再次歡迎大家，我哋一齊2025年呢就一齊努力啦，作為一個財富 BB 班。今日呢就都係一個幾好嘅開始。收到個好好嘅問題。首先咧就好感謝呢位J Club 友OK J Club 友。其實咧之前佢都有一啲嘅問題去同我分享啦，有啲情況分享啦咁樣。我都好感謝呢啲Club 友提供一啲資訊同埋問題嘅。咁咧你就簡單講就有一嚿錢將來係好短中期啦即係中期即係話講緊係數年間咧就有一個用途。呢段時間嚿錢點用好呢？咁樣呢個都係個好好嘅問題。你嘅平台呢，就俾咗一個即係提供咗一個即係 sell 你啲嘢啦。簡單嚟講sell 你呢一個短債嘅基金嘅投嘅工具你就問我安唔安全呢？咁樣 OK。你就都唔怕講，就透過一間銀行嘅就 sell 你一個基金就咁樣啦。好多朋友我相信，尤其是你今年呢。你係會有好多呢啲嘅，無論你主動揾或者被動你嗰個平台、你個銀行、你嘅經 agent 去 sell 你呢都會有。點解？因為今年係高息年，而高息似係會存在好耐，即係 higher for longer。即係話呢，全球都會撲水，所以你揸住美金或者美金等值嘅嘢呢，你就有個優勢啦。因為而家最高息嘅一個發達國家嘅貨幣呢，就係美金就係美金。好啦，如果你係身處香港嘅話呢，就更加奧妙啦呢件事以我嘅判斷呢，成個香港嘅範圍呢，就越嚟越緊水嘅，無論港紙無論美金都係，所以一定會千方百計呢去 sell 你一啲嘅工具。我之前都回答過呢個問題。佢唔一定係佢 sell 你嘅嘢唔一定有問題。但係我哋咁樣分析嘅，一定要諗佢 sell 你嘅用意係乜嘢。未必一件好差用意，即係唔一定係衰到話點樣昆你錢啊。唔係，佢想 hold 住你嚿錢，因為其實上年開始已經係噶啦，今年更加會係 liquidity 係值錢嘅。大家記住呢句說話 ，liquidity 係值錢嘅，流動性係值錢嘅。你有錢擺度，你能夠好容易咁動用呢件事係值錢嘅。所以你有嚿錢喺度呢，你唔好行住先，因為今年可能會有好多好嘅機會俾你。但係如果嗰時候你嚿錢用唔到出嚟呢，就真係神仙都難救啦。所以你要好好記住呢個字先。今年 liquidity 係好重要嘅。實質上邊係關於乜嘢呢？你嚿錢喺個平台，個平台容唔容易拎翻嚿錢出嚟？你嚿錢擺咗個工具，個工具包括係譬如唔同嘅資產，係股票、係樓市、係債券、係 ETF、係基金，容唔容易拎翻嚿錢出嚟？呢個係非常之優先考慮。你同我講賺幾多賺幾多，我唔容易 cash in 翻呢，唔好同我講。你話喂，咁唔係，有啲投資真係要一段時間噶嘛，唔可以俾人即刻拎走噶嘛。邊個講啊？咁多股票全部都係好生意，
係咪？你有個投資項目好得過做晶片咩？係咪先？喂，成個美股全部都係好嘅投資項目，嗰啲股票我一買我就可以買落去，一 cash in 我就 cash in，然後喺一個好嘅股票 broker 嘅平台裏邊，首先美股就日內經已有錢翻，即刻你一沽，基本上你一沽呢，第二日都基本上已經有錢落戶口噶啦，然後去翻你自己銀行戶口裏邊都不出幾日，係咪先？咁點解你會同我講你需要有個平台 lock up 你啲錢呢？咁樣嗱，所以呢個呢，大家要記住啦。好啦，嗱，有個 introduction 之後呢，我哋答呢位 J Club 有嘅問題啦。首先你問我短期收息係咪安全？短期收息相對安全，睇下你點收，喺邊度收，用咩收。相對安全嘅做法，梗係美國債券啦，係咪啊？梗係直接美國債券。嗱，你話長債呢都有啲風險，長債咪債息升。嗱，大家經歷過啦。如果大家係有對上嗰半年有同我哋一齊去留意個債市嘅話呢，當由9月開始加息之後呢，個長債由3.8厘去到4.8厘添，最高係咪？最高收4.8，一厘呢係足足可以令到你嘅長債嘅債價或者 ETF 呢係跌10%嘅。嗱，我都有坐住啊，不過又題外話，我覺得係我即係喺控制到個量之下呢，我係可以我係覺得 OK， 我自己 OK 繼續坐啦，我自己個 portfolio。咁第一個長債係佔其中一個小嘅比例。咁第二呢，我而家長債都係用 TLTW 嘅。有網友問過 TLTW 呢，佢係每月派息。喂，最新嗰下息都幾靚仔。我唔知點解佢最新嗰下息呢排6毫子，其實5毫9先嘅，即係6毫子啦，6毫子。而家跌到23蚊啦。咁我買時譬如到24個零啦，20幾蚊。一個月派6毫子，當然佢冇可能每個月都派6毫子啦，佢平均係3毫子左右嘅啫，係嘛？咁因為你諗下，即係條息點計呢？譬如3毫子一年都經已係3個6嘅咯喎，係嘛？咁你只除翻3個6，除翻24蚊個 yield 係幾多？假設3個6除以24蚊，15%喎，15%喎。OK， 咁當然佢有個風險嘅，佢個風險咪就係個息口繼續升咯，係嘛？只不過就係話，咁個息口係可以繼續升嘅，係嘛？如果個通脹真係失控嘅話呢，佢係可以繼續升嘅，所以冇嘢冇風險嘅。咁但係呢個題外話啦，咁只不過收到6毫子息都幾開心喎。好啦，呢個係講長債。如果講短債嘅話，無論你係直接買債，我哋就叫strict bond 啦，直接買直接直債啦，我哋叫做，或者債券 ETF， 相對都係安全。相對安全，因為短期內就唔應該會加到息嘅，何況短期內其實都係進入一個好緩慢嘅減息週期，緩慢到呢，今年預去減2口，我當你再緩慢啲，今年減1口，再慢啲啦，最多咪唔減，咁你會到期咁你債券，咁即係話個債嗰個債息呢，個債息即係債息回報呢，基本上你應該會袋到嘅，即係真係正常即係 touch wood。正常情況之下呢，係相對最低風險，你袋到個回報。即係譬如話，你而家買個短債4厘就4厘啊。譬如點睇個回報呢？假設任何嘅呢個平台都會見到，即係同債息有關嘅平台，你都會揾到相關資訊㗎啦。譬如呢個就而家呢個短債息，短債息呢度譬如話3個月嘅4厘3，咁你咪袋4厘3咯。呢個係年化率嚟嘅，咁即係話譬如你揸半年咁，梗係冇4厘3啦。譬如你揸半年呢度4厘3，咁你咪袋可能係2厘 2.15% 咯，即係你嚿錢嘅 2.15% 左右咯。如果你係譬如揸1年嘅，咁揸1年你咪有4厘2咯，4厘幾啦。總之就個年化率就4厘幾，咁你基本上就揸緊咁滯噶啦。好啦，咁你話咁樣揸安唔安全呢？相對安全。個做法就係所以你見到下邊打粒星呢個問題呢，所有嘅投資你要衡量呢3樣嘢。第一，你用咩平台，即係你用呢咩股票行，大部分一係就銀行，一係股票行。你問我呢，我梗係股票行啦，我梗係 IB 啦，係咪？我梗係 IB。我係冇 IB 廣告嘅，OK？ 好沮喪地，我係未有 IB 廣告嘅，OK？ 所以呢，我係憑我自己嘅啫。咁我仲有冇其他嘅平台呢？ First Trade 咯，我都有用 First Trade 嘅。咁其他嗰啲我就冇用啦，冇乜用啦咁樣。咁銀行我自己比較少用嘅。銀行你可以話佢買資產相對可靠，但手續費好貴，
嚇，OK。咁同埋如果你有翻咁上下資產咧，通常會有個基金有個 RM 咧就去，即係佢哋可以話 serve 你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能夠自己控制到嘅話，嗱我唔反對揾人 serve 你嘅，OK。但係佢 serve 得你嘅話咧，佢就要有個壓力值，佢要追數喎。佢見你咁多錢，佢就唔會 sell 你直接買股票買債券，佢就 sell 你基金啦。因為基金係有 bonus 有 commission，呢樣嘢唔係錯，不過就係你適唔適合嗰個工具呢？咁樣，咁我直接買 broker 就冇人煩你啦。OK， 咁所以平台我自己就係用 broker 嘅工具。如果係買債券有啲咩工具呢？最直接嘅就買債咯，第二直接嘅買 ETF 咯，再間接啲呢就係基金啦。OK， 咁你資產就係問咗啦，資產就係短債啊嘛嚇，所以你問我最好嘅方法，直接喺 IB 買微債。第二個間接啲，直接 IB 買 ETF。係嘛？如果唔係 IB 嘅，直接喺你平台買債或者買 ETF。